写下本签名董事刘伯挂子帮探本老水下国小本土2年行医教师逐筆行人寫下大逐筆董事劉伯掛子嘅貼片早在2年前是有談過該下感覺當有意思想講來年有機會未來去看一擺今年正月總是聽到有啲面書突出劉伯掛子嘅照片我看到就點麼心肝開開該跟就講日記你做得去看啊記得掛子嘅你的古天才春分兩日查一下春分兩日都好禮拜日我想想啊好禮拜之下去看雖然唔是自家時差而去過不過想想昨天嘅調查唔係新書還係嘅天氣前幾日去天門總是朋友提點點啊幾多點開始好得就問佢講早上7點半啲董事圖要揾爸趕食客禮拜日我5點紅倉準備一下5點半出發該下天猛講一路上冇乜嘅車去到董事圖要揾爸趕哇面頭車但能堵碰加台火車偏冷車擋強冷當多嘅字片工作依然未當到我急着簽字嘅太高門講請問你哋愛去掛子的黑幕我做得聽人去上網跟太高講做得啦唔過車做清楚能力講冇地球來看了些呀多睇得火炸順是行前希望下個你哋未愛去掛子黑幕做得等於改車麼我哋先做下來當放下來記到你哋貼片嘅掛子的時該個下個人講我未係本人在家講話實這個太子行能過來下個問該太子講這個下姐愛搭車做得麼該太子說了聲多謝上車的車檔我講的是車係太子相看這老公錯的順頭按到了上山該個下個係揸車的到家庭23歲的車檔到上山進上當點冇乜嘅講背點到係跟為孩子投資狂威韓國看機做事在小時地係一個丟強有動為理解嘅不用佢還講前難得嘅機會32年長領導一擺正記流行上嘅值得改事風出海子孫會記30度其實係32年長領導記到了風潮係講子孫冇按忘嘅風俗是唔是按舊領導或下接是領導但太子被人家覺得講你到自己冇可能再過近32年呢你都要喊做得的中途要問法官是查到掛子嘅位所睇咗一個半鐘時到查到一個太平天下來開始停辦視頻我聽人認真向四山路行講上
看到人們當路嘅風水，是為頭髮當牆，跟住來當校當將。原來啲們風水嘅為所按到，每人就強協。新夢日收開，仲夜唱分享，開在講客會，大家唱下來。